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大師傅裝修公司帶嚟到油塘嘅高雲苑。今次呢個單位嘅面積大係280尺，屋主佢嗰成係2房1廳嘅。而今次咧，我哋採用咗現代簡約風嘅設計，主要利用咗白色啦、卡其色同埋木紋嘅顏色做配搭，希望有一種簡約得嚟又有時尚嘅感覺嘅。嚟到今次嘅工程方面咧，係包括咗全屋嘅地磚、瓷磚更換、新訂造櫥櫃、浴室櫃、鏡櫃、浴屏，另外仲包咗全屋嘅家私、水電、清潔費、假天花、LED 燈、全屋嘅油漆、窗台石，仲有玻璃趟門等等嘅，合共係245000蚊，連工包料費，外仲冇其他附加費用，以成為本價。而家等我嚟大家睇下呢個單位啊！首先，我哋先介紹廚房嘅位置。廚房櫥櫃我哋選用咗 L 型嘅設計，而下方嘅櫥櫃留咗放洗衣機嘅空間，配搭淺綠色嘅櫃身同埋白色嘅石英石面，睇起上嚟更加時尚嘅。然之後我哋嚟到洗手間嘅位置，洗手間我哋採用咗灰色嘅巴士門，而淋浴空間方面採用咗銀色嘅 L 型嘅玻璃浴屏。然之後櫃身嘅位置採用咗雙門嘅鏡櫃。然之後我哋嚟到第一間房間嘅位置，房門呢，我哋選用咗淺卡其色嘅趟門。房間入邊設計咗4尺嘅地台床，而隔離嘅位置設計咗一組到頂嘅掩門衣櫃。房門我哋採用咗半磨砂玻璃嘅3趟玻璃趟門。床身嘅位置設計咗一個4尺嘅油壓床，而床尾嘅位置都做咗一個衣櫃嘅。最後成間屋嘅用色主要用咗木紋嘅顏色配搭卡其色嘅顏色，